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佮赏赐新的主日伫咱的内面。咱要用祈祷来到伊面前，用祈祷的祭来献予伊。咱要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主，这个何等大的福气，阮要来领受。主，感谢你，互阮会当你来祈祷。感谢你，互阮会当你来敬拜。主啊，这款的福分是阮一生所要得到的。主啊，愿你帮助阮，伫阮下面的敬拜、下面的祈祷内面，真实甲主佮有较深的连结。愿上帝施恩赐福阮富强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特别已经伫路人的，也是伫线顶的。主，你拢甲因撒较伫地，保守因的心甲灵，拢会当甲主伫伊的内面。啊，主啊，阮要将阮的祈祷献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唱一首诗歌，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靠你，互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定睛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咱来看一位圣经，伫耶利米哀歌3章第25节，伊讲：既若听候耶和华，心内寻求伊的，耶和华要赐恩予伊。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日日来听候耶和华，心内时时寻求伊，伊要赐恩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搁续来，咱要来认罪，咱要来学乐咱的主，感谢主伫即礼拜的带领。咱的主会带领，咱来常常来献上感谢、凡事谢恩的心。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咱的主。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这礼拜的带领，主啊，感谢你恩典，感谢你保守阮的家庭、阮的工课、阮伫每一个顶面的看顾。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的名无煞，你是阮的天父，你是永远的阮的上帝，你是保护者，你是阮所敬爱、所敬奉的。感谢你，感谢你，阮摆咧阮的学了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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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接咱来看《箴言》28章第13节。夜暗家己的罪恶的袂行通，独独认罪来改变的，要得到怜悯。常常尊敬畏的有福气，而因的心的人袂陷倒伫伊的在的。咱爱常常认咱的罪，交做一个上帝囝儿。咱爱活出上帝圣洁，常常伫主的内面来认咱的罪，互咱的性命会当个较圣洁，互咱的性命会当互主来欢喜。咱做伙来为着咱所犯的罪，是无小心，互上帝无欢喜，也是得失人的罪来献上祈祷。
咱来看一位圣经诗篇，就写的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4节，吼，你来晓念就做伙念。无惊歹人的计谋，无挖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迷你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尽行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互风吹去。遮有清楚甲咱教导，咱爱每日少念咱主的教示甲律法，爱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是一丛无生的树，时常结果子的树。咱阁来看华语，华语嘛读一摆，吼，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活靠咱的主，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咱这丛树啊，爱栽伫一个有充足的水边。咱的叶阁袂孤单，伫遮尔热的天内底，咱常常会感觉心有人会讲足压杂，但是咱若伫主的内面，不管什么情况，咱的心会当得到安稳，咱的心会当得到帮助。所以甲大家分享，咱时常甲咱生命树栽伫咱主这个活水的溪流的边啊，互咱的心甲灵拢得到快活。所以咱要来为咱家己祈祷，咱为咱家己的服侍，咱的灵命的成长，为着咱各种的需要、软弱、困境、健康，为着咱的康回咱的家庭和谐，家庭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咱常常爱为着家庭的和谐来祈祷，搁咱厝内面的人的平安和经济稳定，我相信这拢是咱足需要的。拄则咱有用诗篇第1篇来读。所以咱嘛来为咱的厝的人来用诗篇这个第一篇这几节，咱为咱的厝的人祈祷，洪水啊所的名来祝福咱厝内面的每一个人，拢会当栽伫主丰盛的水边。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祝福阮厝内面的人，祝福我家己，互我灵命，互我所服侍的，拢当作主你欢喜。主啊，阮各种的需要，阮着来交托你的手。咱要来为着咱教会中有看病的兄弟姊妹，也是厝内陪伴的人，特别陪伴的人，伫遮长的时间内底，有足侪的艰苦是咱毋知影，所以咱要来为着看病中入院的兄弟姊妹，也是长期陪伴的厝内面的人，为着教会中大业，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来祈祷，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家庭来祝福，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着阮教会内面这兄弟姊妹，主你所知影的这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主啊，求亲自保守因，主啊，互因伫患难中，来当经历出你的信心甲平安。主啊，你赐了伊哋每一个听当中的兄弟姊妹，特别将迄伊哋心感情被治疗的兄弟姊妹内面，主啊，赐了安慰，赐了医治，主啊，怜悯因，互因伫这个听当中有喜乐有望，
煞接咱来为着咱的所徛起的台湾的环境、甲平安，甲咱的国际地位，来祈祷。常常咱的台湾，咱所听的国家有真侪问题，所以咱一般的人无法度去帮咱去解决。但是咱会当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掌管伫咱的台湾，特别为着咱台湾会当将这个福音传遍，主来掌管，破除偶像崇拜迄个迷失，互台湾的百姓拍开因的目睭来认目主。咱做伙开喙为这几项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是看顾阮的主，你是阮台湾的主，我来奉你的名来祝福台湾所徛起这个所在，祝福百姓伫这个台湾会当安稳徛起，互台湾这个土地为经济，也是交通，也是政治，拢主掌管，主保守阮台湾这个土地，主啊，互阮台湾的国际地位，有阮主你掌管内面，阮受尊重，阮的国家要受高举，为主的名来面受高举。主啊，你也祝福台湾这片土地，这百姓捌你，我最近你将迄个民捌你的目睭拍开，互因会当离开唔对的崇拜，来归向你。主啊，主啊，主啊，归你就近，归向你的稳定享受伫台湾的百姓内面。哈利路亚，谢主，谢主，谢主。所以，叫咱来为着咱的牧师来祈祷，为咱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夫妇，啊，搁有咱的属灵，因的属灵生命，甲因的健康，为因来守望，为着咱教会团队的发展，啊，为着咱的中职区长、小组长，啊，咱首长，特别为因的属灵的生命甲健康，为着第四项，为着咱的主日学青少年牧区的事工，啊，替因来祈祷，求主建造咱儿童、青年的属灵的生命。因的儿童甲青年，特别是咱教会未来的调整，所以咱爱确切为着因祈祷。咱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感谢你，我掌管的三位老师，这摆用我的力，我求主上上主了新的心，新的灵伫因的心中，互因落西有亮光，有快乐，有光，在你健康的身体，属于因，有清澈的风格来带领我们教会，主我们将阮教会。这个团队就发展，保守阮做事来，将这个将这个人才引发我们这个团队也助力所有的同的关系，就是咱这个关的重视，小组的分享的心意，也是好自己的环境，就这个事情我们是来为这个力的去当，做我们留下助力的青少年牧区的时间，来配就给到做，也会变成阮青少年的生命，小年的生命，我们提升。一起教会未来调整管理，就我们在青少年的生命，未来也让青少年养育孩子，年幼的生命都有从神而来的建立，找回来的未来的高温东西，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神建造之后起来。所以，咱来看两段经文。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啊，治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以弗所书3章第8节讲，我是正圣道中上帝一世，得到这个福、这个恩典，赏赐我，通将基督无法测得的富有传互万邦。这两个经节你讲到讲，咱爱传福音，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有传福音的心志。所以接咱来看下面的祈祷，咱要为着咱。教会未来要行至50许年，咱要为着富强人有渴慕追求真理，愿意受造就，热心传福音的心志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即马所要推行，今仔日咱要有彩排吼，有兴趣小组，也是每一个形态的福音大会，也是福音的事工，求主来兴起，互咱每一个所做的，拢毋是规日空空。咱也要为咱富强人的每一个人，拢要互主使用。咱努力来为着主来服侍。特别咱嘛热心来参加祈祷会。这段时间嘛是祈祷会，佮有拜五的祈祷会，欢迎咱大家拢来参与。祈祷的人愈来愈多，稳定愈多。咱今仔总报施工吼，已经报名到81人，所以欢迎大家来真做大道者。伫
伫即个基督的内面，互咱教会会建造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咱做伙开喙，主啊，阮恳求你来赐予阮的福强人，互阮的福强人有一个渴慕追求真理的心，愿意受造就，每一个人拢要成做传福音的使者。主，阮恳求你嘛来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幸福小组，今仔所彩排出去的，拢要互主使用。主啊，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幸福小组，每一个福音事工，拢要伫主的内面得到开展。主啊，因所带领的 best， 拢要来成做你的囝儿，要来归向你。哦，主，愿你愿一福强人要成做互主使用的器皿。主，互阮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兄弟姊妹，伫主的内面要成做主你的好工人。主，互阮每一个人爱参与伫基督内面，互阮教会基督事工，也是每一个所建立，互你的名所建立的事工，拢大兴起。愿主赐福阮的教会，愿安尼感恩基督，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着，咱要来为着咱富强教会来宣告，咱请咱起立，咱要来做伙来宣告，举起你的正手来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厝，真理的调酒，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是代代蒙福培育的教会。阿门。咱做伙徛立。来唱这首歌《你欢喜的节》。伫主的面前，咱煞接就继续来敬拜，愿你荣耀颂歌伫这个所在。我的泪暗中要予落你，我的梦你就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伴归主天，你的心。
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圣在全能的上帝，是宇宙统管的上帝。咱搁一摆来学罗主，用这首诗歌，耶稣基督是主来学罗哩。18首。我心后了兄弟，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物三大影响，后了一大出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有这个福分，真侪你所竞选的囝儿。感谢你，互阮通伫你的圣殿摆列阮的敬拜，阮的吟诗，阮的祈祷，阮的学乐，也学习主你的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参与的过程中，上帝你一项一项在念念阮，在栽培阮，在造就阮，在暗中在保护阮，在束缚阮。当阮的心幸福的时，阮就亲像互主你牵伫手中，行一条恩典的道路，享受兴盛的道路，也排除一切艰难挑战诱惑。互阮行伫光明上帝所陪伴天国福音的道路。主啊，这是何等水的应允！阮正兄弟姊妹、正囝儿拢有分通得到。愿你互阮通过这礼拜，更加加强阮的信心，互阮伫你的面前看见你创造宇宙的奥妙。你掌管万事的大权能，以及你万项福气拢对你来，这款的恩典，愿这的是阮的囝儿，欢喜伫你面前幸福，也愿你的圣神亲自甲阮同在，阮敬拜拢归个光伫你，正百姓拢得到福气。伫你面前，阮感谢阿乐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请由阮徛地，咱要来纪念。尼西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咱一句一句来念背来。愿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是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伫六岛任内为咱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用光界灵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愿信守事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读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共同、圣道教会，愿告白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世人告我来世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咱只是做伙来启应，我来启咱兄弟做伙来应。来呀，咱来唱歌儿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教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基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这时作为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愿意凡事感恩。感谢来学乐你，求你圣灵帮助，阮来学乐你。我用心
心灵、心息来学乐你，求你用灵来面来帮助阮，使阮会当常常默想着你的慈爱、恩典，你的荣耀的作为，帮助阮对内心的深处发出即成的感谢甲学乐。主啊，感谢你一路陪伴阮人生的岁月，阮人生的债务掌握你的手当中，阮的人生起起落落，你的慈爱会双手无离开阮。伫阮困难当中会忍耐，失败你爱阮毋好失志，愿上你保守阮的心，互阮无看人，无看环境，互阮搁定睛毋望你，使阮有智慧、有能力去改变，有信心接受你顺服的引带。今日主的内面要举行50期中岛大宝事工和第7期的幸福小组的推动。伫阮教会事工的彩排礼，阮非常需要你的权柄甲力量，求你的爱合一的灵充满伫阮教会的兄弟姊妹，转变阮的意念，带着阮合睦的心，制定未来甲明日，带领阮前方的道路。互阮需要你的智慧、圣灵的引带，互阮伫教会事工的推动一切顺利。将荣耀归乎你，感谢你一直甲阮同在，赐我美好的愿望。嘛感谢你会当使用阮的身体来做你的工，嘛互阮教会的会友，甲身体欠咱袂当来的兄弟，有病痛的，对病痛当中得到复原，使我因有平安健康的身体，互阮今日会当阁无共款，伫生活当中心中有平安和快乐。透过行下牧师的正道，会当互阮阁了解你的旨意。阮愿意专心仰望伫你的面前，愿你今日敬拜得到最大的荣耀，互阮今日会当空空来，满满的转去，愿你的名声，愿奉靠耶稣基督生命的求，阿门。讲受上帝话，记载的圣经有2节，第1节是撒母耳记记第2章第30节，跟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甲27节，我来读。所以上主以色列上帝讲：我虽然捌应允你的家甲你的宗族永远会服侍我，毋过即马我上主决定无要照安尼对待恁，因为尊重我的，我要尊重伊。表示我的要受看轻。第2位，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甲27节。我做这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你一定知，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奖。亲像安尼，为着得奖，恁着拍拼走。大家选手拢有用接受严格的训练。因安尼做是要得到会败坏的花冠，毋过咱要得到的是袂败坏的花冠。安尼我走毋是无目标，拍拳毋是咧拍空气，我严格操练家己的身躯，才会当完全控制。下面我将福音传互别人，家己颠倒受拒绝。咱献诗，咱由南师班来献诗，伊献诗的曲目是伊来啊。
咱邀请夏牧师来证道，牧师今日要传讲的信息是人生的赛道，方向标杆下。谢谢诸位大家平安。先感谢主，咱今仔日已经进入到9月份，也是咱教会每一年来推动幸福小组，也是咱带导团队受选派的时刻。感谢主，互咱有这个福分参与伫后边迎接圣诞节，也有一个系列咱这个宣扬福音的季节，也互咱通过主的话，大家来得到勉励甲学习，也要来三角分享进前，要招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对你来属灵的智慧甲开力，通明白主你的教示，也知影你对阮每一个人拢有你的心意，拢有你的呼召，也有你对阮的调明。当阮明白的时，阮知影，阮毋是孤单，阮毋是家己一个。在努力打拼，是有主的同在，所以阮也要学习安怎甲主相同行，看见上帝为着阮所采标来跑走。愿主你的话成做阮的思考、学习甲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咱顶礼拜有通过，咱拄最近安尼奥运会结束，事实现在嘛搁咧奥运会呢，因为现在是叫做帕奥。大家毋知影帕奥什么意思帕奥就是为着要一阵原来可能身躯的顶面有一寡困难欠缺的人，同款的咱甲遐世界上高的运动选手，同款入去到伫奥运会的即个叫做殿堂就对昨昏我看到咱台湾的倒球选手甲外国在拍乒乓。有诶可能手天生就是安尼无手掌安尼，但是伊嘛是安尼拍甲，互人感觉讲迄个活力甲迄个奋志互人感觉真感动。伊目的就是为着要互全世界即个身躯有咱讲有缺陷的人，同款会当享受到迄个运动的快乐，甲所有一切人的即个阳光，这是一种真大的鼓励。所以叫做帕奥咱看伫即个奥运会的即个风光闹热啦咱有引用到顶礼拜咱有用到即个100年前的运动选手叫做李爱瑞伊的故事，互咱来明白讲，有人得到即个世界冠军，伊感觉这毋是最后的追求。伊最后追求是迄个永恒的冠冕。咱知影，逐年拢嘛有遐侪冠军金牌在得到但是伊所要得到是天国的金牌，就是即个李爱瑞。咱顶礼拜有讲起伊几项，互咱感觉真值得学习的故事。第一是伊1924年的奥运会，为着守安休日，就是主日就对啦。迄日拄好排伊上届拿数的100公尺的比赛，伊宁可放弃。但是伊为着要证明讲，伊毋是安尼讲对所在无好势毋敢走安尼，伊就改走400公尺的，竟然即个毋是伊平常时上届内行的即个运动的项目，竟然伊拍破奥运的纪录400公尺安尼，这是伊一个，互人感觉讲安尼13比13高迄种感觉迄种上帝同在，互伊有看见即款的开力。第二，伊是要追求的，毋是干那世间的荣耀，迄个奥运的光环，伊是要分享即个生命的标杆。伊过当中，伊就正做宣教师来到中国天津来做宣教师。伊做老师，也做受安立做牧师。伊欢喜甲奥运的金牌，苏格兰上届受欢迎的运动员的光环，会甲扛落来。伊知影迄个暂时的拿定，搁过当中后当就搁有新的优秀的选手出来。伊所要得到，就是要成就上帝所赐给伊的大使命。第三，伊到最后所得到的是生命的冠冕，迄个生命的冕旒啦吼。咱今仔日读的新翻译的圣经是讲花冠花冠就是咱知影讲迄个希腊的奥运会因若逐摆
逐摆若比赛得奖的是拢调角滴一顶迄个花帽啊，就对啦吼。啊，编的花真水安尼。但是伊所得到的是，伊伫1945年24大战结束进前，像43岁，伫迄个山东日本的集中营来过身去。伊毋是无机会通脱离，因为伊知影伊要甲迄阵1800位的战俘来做伙同生共死。啊，无拍算伊伫内底营养无够、卫生无够、健康的照顾无够，后来就得到迄个脑瘤，脑瘤无及时的治疗，就过身去安尼。讲伊生命结束的时阵，讲全苏格兰呐，苏格兰人感觉讲，哎呀，亲像家己的囝去无去迄种的哀伤甲毋甘。伊所得到的是生命的纪念碑，亲像伊的即个蒙牌顶面有遐后代的人，家伊起的即个纪念碑写一段圣经节，讲听候耶和华的要定心地着开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无也，行也无限。这是简单看见李戴尔一生的即个故事43档。那兄弟姊妹，咱看见保罗先生伊伫腓立比书3章13节，腓立比书3章13节讲一句话，讲我只专心一项事，就是袂记咧背后，全力追求正面的事。兄弟姊妹，我袂记咧背后吼有足侪解说啦。比如较早，我是一个安尼无认真无拍拼啊来后壁吼，较早做一寡匪类的代志啦，无啥正经啦咧拍拼，讲我爱袂记咧后边的，我来拍拼头前的，表示改邪归正。但是有的人是，我头前吼安尼足风光的啦，吼，逐项的荣耀、逐项的光环拢有啊啦，但是我嘛甲袂记的，因为我还佫有头前的标要走。保罗是属于后壁这面的吼，当然伊较早伊背叛在攻击基督教，嘛是伊另外一种的伤害，但是伊就是活过来，伊无流连伫迄个光环内底。保罗伊知影讲，伊所要追求，永远只专心一项代志。兄弟姊妹，咱世间，咱伫世间伫社会，你敢若专心一项事啦？听，哪会当安尼嘛足好啦？大部分人拢无法度。因为咱太无用的啊，对无吼？所以专心是无简单的事哦。但是保罗知影讲，伊遐侪代志要拍拼，遐侪兴趣要做，但是我就是为着要追求头前的事。我只专心一件事，有影会当专注伫这项事的无侪呢。有人在做研究，因为吼，咱伫社会现在这社会的环境中间，无法度通互你专心啦。有人可能伊足趣味遮个事，但是因为伊的工作、伊的生活、伊的家庭，伊无法度。所以咱看见足侪人退休吼，哇！伊家己专心迄项代志，搁定起来用，哇！变做一个足出名的画家呢。嘛有迄个阿嬷吼退休吼，伊走去买迄个足高倍数的摄影机啊，专门咧去翕照啊，走去野外，伊感觉足快乐，有诶去环岛。有诶去爬山，因为伊原来迄个兴趣伊无法度啊，伊袂当安尼遐尔天然自在啊，伊都爱为着顾家庭啊，为着三顿啊，所以会当专心诶无济。毋过伫咱信仰上啦，吼，有人安尼讲，你无用，咱诶教会无用，袂当互咱较亲近上帝。你专注、执着、目睭。定伫迄个方向，仰望才会得到。这是咱一个矛盾就对啦。咱当然咱嘛，逐项代志拢要兼顾，但是逐项拢顾了最后，煞动头筋，有时应该做的无做，无应该做一大堆，到最后好亲像一无所成。咱家庭嘛是安尼，事业嘛是安尼，读册嘛是安尼，所以有真侪科学家伊的成功，甚至讲得到诺贝尔奖，你敢知影？伊就是专心一项代志，世间事无咧插。你看会堪要寂寞袂安尼啊？所以专心嘛，等于你都爱忍受寂寞就对啦吼。兄弟姊妹，所以有人咧推动一个游戏啦吼，就是讲咱生活上咱都照安尼咧做一日时间表拢排满啊。毋过有人讲，是毋是咱来做一个事功减法的游戏啦？
比如讲，有人伫咧教会内底青少年来做一个游戏，讲好来，即马你甲一礼拜内你应该做的代志20项甲写落来，安尼。哦，这无做会使，迄未做要当个写起来。后来即马就开始做游戏啊。你想看卖，减5项会使袂？我就开始想啊，这项啊，我应该减吗？后来甲这5项减掉，嘛无安怎啦？来个减5项啊咧，慢慢减，减啊到讲你非做不可的，迄项甲留的安尼。共款教会事工嘛是安尼，教会事工毋是节目足多，互大家逐日拢来教会，安尼就是复兴呢，是咱看见迄个上重要，迄个灵命的成长，迄个传福音的事工，迄个非做不可的事，你有法度通甲减，遐个无重要甲减，迄重要的甲留咧。所以你有去操作着，咱的同工，咱的兄弟，什么是重要？而且一定要完成教会事，重要，搁爱完成的。那我的感觉是，亲像足多咱在推动事工传福音的人讲教会别项代志会使免做啦，但是唯一一项就是传福音宣扬主的福音，袂使无做。若是安尼，咱就是讲用传福音成做咱一个优先。你若这项无做，其他做的有可能是拢做也好，无做也好，无一定逐项拢一定爱做的。这咱有法度通去专注伫这项目，这是咱一个条件就对。因为咱讲，这世间真多事，有时你无做，阁袂使互念咧，互人讲咧，所以要安怎坚持，这是咱努力的一项。拄则咱咧讲起，这个吕戴尔，伊追求人生上悬的目标，就是上帝予伊这个标杆。所以咱兄弟姊妹，咱若认真来讲，因为咱顶礼拜拄有讲这个主题啊，有真侪咱的小组的人都咧想讲，咱也无法通逐个人亲像吕戴尔要安怎吼？吕戴尔迄走冠军，我嘛袂当走冠军，我是要学伊着啥话？事实毋是。伊一步咱学一步，是伊的态度甲伊的精神。这吕戴尔，伊有法度通甲世间上荣耀的事，人看做荣耀的事，伊会当扛落来。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迄个心境，因为伊知影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伫主遐。这是咱所要学习的。你可能伫你的人生的事内面，有甚物是人感觉讲哇，你非你不可的，但是你感觉讲上帝更较重要，你有法度通安尼无？还是讲，伊原来有迄个好的机会通脱离，但是为着伊的任务，伊为着上帝予伊的调门，伊甘愿留伫集中营。这是变做一个人的迄个兴趣，就像咱定来鼓励讲，少年人你爱看伟人的故事，对吧？伟人的传记，都毋是讲你逐个人会当做超级儿，会当逐个人做迄个英雄人物啦，毋是，是因为因的奋斗的过程，因失败安怎佫重新爬起来。迄款的精神，才是咱要学习的。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拄则所读的经节，保罗讲：我只专心这项事。到底伊咧专心什么？伫这段经文内底，伊就是我只专心这项事来，为着这项事来做见证。第一，伊讲我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为着福音的缘故，讲我的目的是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做这个代志。做足多就对啦，应该饲拢甲饲啦。咱台语圣经讲，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第一场有4、5组的福音小组，咱的这个幸福小组要册牌。这个就是迄个上重要的基础的精神。但是我要去招无队友来，招会来袂来，我毋知咧。招来伊会当对头到尾袂，我嘛毋知。咱用尽办法甲讲福音的好处，伊到底有要怎受，嘛无一定知。但是保罗讲，我为着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是为着要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兄弟姊妹，那福音的好处大家拢随听咱就免拍拼，免努力啊，大家人就来啊。你若讲我办一个活动，每一人来拢分10万块，你毋免排队啊！你毋免发人落来排队啊！
是因为迄个看袂到的应允甲价值，咱看会到，所以我要教即个你看袂到的讲互你听。等你明白的时阵，你就知影迄个宝贵。啊，所以保罗是为着要甲福音的好处，福音阁有好处哦。啊，好处就是关键是有的人毋知啊。就亲像囡仔，咱叫伊都爱食即款营养，爱食蔬菜啊，爱胡萝卜吼，无滋味你爱食，因为迄对你身躯健康有好。啊，伊都毋知啊，毋知迄个好处啊，所以要用尽办法，讲试食看卖，试食看卖安尼。遐尼是为福音的好处是保罗上界优先。第二，伊为着要完成这项事，伊什么态度呢？伊就是专心专注的态度。伊圣经在内底有写讲，伫运动场的顶面在走的人真多啦，但是敢若有一个得奖，意思是讲大家拢咧拍拼哦。但是你若毋是为着要得到迄个冠军吼，你就无迄个通走啊！你听有吼？哦，我走一个好，猛走，啊人走遐紧，我慢慢走。你无迄个得胜的、必胜的决心，你就袂当突破家己嘛。啊，所以咱全世界吼，全世界像较早要咧走100公尺的时，人讲啊，世间人吼极致啊，吼。世界人上极致的吼，无法当超过，无通加伊10秒。意思讲吼，10秒较假设话，就是人的体力的极限啊，就对。无拍算讲吼，伫这几十年来，走过10秒以来吼，已经足侪人啊。啊，即马阁有人想要阁甲突破。跳远嘛是安尼，跳远啦吼，几公尺，阁加小看。啊，迄撑杆跳。即摆奥运会撑杆跳吼，是一个北欧的人得到的咧。伊过无几礼拜，前几工因阁超过伊家己伫奥运的成绩啊。你讲伊讲到极限啊，哪会阁想要阁去哩？是呢，伊要一个夺标的心。保罗为着要传福音，伊就是用即款态度。我就是要为着得冠军，要不你上场要创啥？陪跑的啊，陪打的，毋是。虽然失败，但是我的心是，我是为着要得到冠军。啊，若无迄个熬的人，都互伊去上台就好啊，免拍嘛，免拍，我让你就好啊。所以保罗伊用迄个专注的态度，为着要夺标。第三啊，我专注要夺标，你讲要夺标就夺标，毋是啊。伊讲我就是严格训练，我严格训练追求冠冕。伊用咱运动员吼，因为保罗吼。伫即个哥林多讲的这话是伫倒位？你敢知？哥林多就是伫希腊雅典的南边啦。哥林多吼，所以迄个时阵，迄个2000年前，迄个时代，因迄个咱讲奥运会是对雅典即个所在发展的嘛，希腊发展出来。伊讲这吼，哇，哥林多人拢随听随知影，就像迄个譬如讲啊，真清楚安尼啦。啊，所以伊讲每一个运动员拢爱接受严格的训练。为着要争取迄个会花的花冠，啊，咱拄仔讲花冠，也是讲迄个冠冕吼。但是保罗讲，连运动选手都知影，伊要追求迄个会败花，就是会败花意思讲过就好啊，过就无人阁会记啊，阁过几档就无去啊。但是讲，阮所要追求迄个未朽毁坏、不朽的冠冕，就是迄个灵魂的得救。迄个未毁坏的冠冕，保罗用这款的心智，在面对传福音这项事。第4项，伊家己提醒家己，我是按照目标来走，对目标来直奔吼。伊讲什么呢？我亲像斗群的人，每一群拢无落空。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免得我调换别人参加比赛，家己煞倒台去啊。即句话是互咱真大的警醒就对啦吼。意思讲，我咧拍拳头，毋是乌白拍空气啊，拍啊，规身躯舞啊，规身躯喘甲啊，体力拢无去啊。啊，我流汗啊，毋过啊，也无啥物效果啊。我就是专注，吼，每一拳拢无落空。伊讲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咱知影咱的身躯吼，是咱家己的，咱嘛足爱照顾。有时吼，但是咱知影讲咱的矛盾就是你
你疼你的身体哦，你都要操练咧。迄是毋是足矛盾咧？然后我是安尼规食饱困，困饱食，毋是对我身体上界有害吗？毋是啦，你也去晒日，你也去运动，你也去流汗，为着要完成，你要得到一项的技术，你都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所以有人咧讲吼，奥运选手吼，哇，得冠军是大家拍扑学落啊，但是迄失败的人吼，你甲骂甲要惨的，实在是足无人性的。伊毋知为着要上场拍迄个比赛，迄个毋知用几百摆、几千摆啊！即摆咱奥运会台湾有一个猫王哦，猫王就是专门咧做吊单杠迄个啊，吊单杠迄个。伊伫冰龙时毋知练过几千摆、几万摆啊！毋过奇怪呢，爬去你奥运的迄个单杠吼，害无几下就跌落啊！伊讲奇怪，我平时都训练啊好势，真爱跌咧。无拍算讲伊跌落吼，后壁面骨也拢对伊跌落安尼。这实在是哦，有人讲可能迄个奥运的单杠哦设计了无好，所以本来是讲规气放弃啊，跌落你若一个单杠摔落来吼。你要得分是无机会啊！有人干脆放弃啊，伊毋是啊，伊搁笑笑啊，搁爬起哩，哇，搁完整就对啦，搁定来甲伊平常训练的一套拢甲用了，是讲我嘛是我爱对付，我对会起家己啊，我甲做了啊，是讲你偏啊忙的，就爱准备啊，环保互我走，无拍算后壁足侪我优秀的选手有哪摔落去安尼，到最后伊得到铜牌啊！摔落去嘛，得到铜牌，是呢。后壁的人嘛对伊安尼啊，你若一个都无好啊准备吼，这个机会就无去啊。所以保罗伊用着运动选手这款的心境，每一关拢无落空。最后一句话，互咱真大的警醒。伊讲，免得我调换别人参加比赛，家己反倒受淘汰。哇，这是互咱真大的提醒呢。咱基督徒，我已经入去教会啊，我已经安稳啊，天国的门票摕到啊，也无要拍拼，也无要认真，也无灵修，也无要带人信主。到最后吼，人后壁比你信主的，迄加我认真，加我拍拼的，佮最后传福音的，保罗就是讲我惊安尼，互人淘汰去啊。咱敢袂惊淘汰？有时会哦。教会服侍嘛是安尼，有时你会想讲这个工课哦，非我不可啦，吼。毋过后来人有人较谦卑认真，后来都无需要你，人嘛做甲。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款谦卑对付家己，控制家己的身体，伊惊了受淘汰。这是传福音上界奇妙，也是上界重要，保罗会成功的原因啦。所以咱引用着顶礼拜咱这个吕戴尔吼，伊要上场参加迄个无内行、无拿手的400公尺，人足紧张，迄肌肉拢定起啊！伊的按摩师，伊的迄个训练员，甲伊传一则圣经节，就是即节。撒母耳上卷2章30节，伊讲因为尊重我的，我要尊重伊；藐视我的，伊要受轻视。伫等规个重担拢放落来，伊知影讲头前我为着荣耀上帝，我已经做够啊，剩的就是交我主啊。所以要放心快乐，咧走吼，像咧佚佗安尼，头壳夹悬悬，喙开开，走到变做破奥运会纪录安尼。吕戴尔伊的见证，毋是讲咱大家会当亲像安尼，是伊的心情、伊的心境，互咱学习安尼。兄弟姊妹，话讲倒转来，咱逐人拢有一条，亲像人生像一条跑道共款。吕戴尔100换400，伊嘛是拼冠军。兄弟姊妹，咱人生有真多跑道在走，你是毋是有选择到迄个上水、上好？上帝为了陪伴你，能得到奖牌的跑道。所以咱基督徒知影世间的努力，拢白白共款啦。你要得奥运的冠军，你都要训练嘛；你要得学术的公权，你都要认真研究嘛。你要做帮助人的工课，你要做医生，要做老师，你拢有一套规矩通互你去追求。但是基督徒是超越这个，就亲像吕戴尔伊要追求的是这个永恒的冠冕，咱嘛是要找到一条永恒的赛道。迄条赛道是走往迄个冠冕，是迄个荣耀、永生、
活命的冠冕安尼。其实有人咧讲赛道啦吼，有人做这款的譬如真有意思。伊讲现代人的赛道，现代人啊，咱现代人，对这工业时代的现代人，咱拢亲像互人锁入去一个大机器内底，吼，你我大家拢亲像社会的一粒小螺丝啦。你爱早起6、7点就爱起床出门，爱去打卡，你爱去参加这个公司啊啥的你的工作，做啊几点休困，食中昼，搁做啊，来下晡下班，反正迄工课就是你互人加入去内底，你走袂去安尼。所以对工业革命了后，人的生活拢大变化，对农村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人亲像。咱遮较早吼，咱对动物较无遐尔友善吼，拢甲迄饲个碰鼠有无？放一个链啊伫遐，互伊走。你看到足快乐，迄碰鼠实在是足气的，讲你互我关伫遮，互我走安尼。但是咱人有时会亲像安尼咧。顶日看到一个足出名，就是咱知影迄个真百年前啊，迄卓别林人讲世界上出名的一个电影人啦，还伊一个笑匠卓别林，伊演的一出电影叫做《摩登时代》。这个《摩登时代》是1936年你看，民国25年，1936年就是90年前的电影，迄阵是无声的，无声电影，迄阵可能迄技术无法当教，比如我咧讲话你翕落去，我讲话也当伫声出来，就是叫做默片的时代。伊做的迄影片，到今仔日。人感觉讲伊是美国电影历史上伟大的电影，是卓别林上出名的电影。这电影是安怎出名，就是因为伊甲迄个时阵人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无奈甲限制，来描写出来。到今仔日已经8、90档人看到嘛是会会心的微笑就对啦。这个摩登时代安怎讲呢？伊讲这个摩登时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大萧条，大批工人失业，所以工厂对人的剥削足严格啦。这个卓别林，这个主角伊是工厂一个伫生产线顶面的一个钳工伫专门伫做迄个单独的一个单调的工作安尼。伊讲单调，搁疯狂的机械劳动，互伊规个精神拢失常去安尼。所以说变说，伊煞大闹工厂，就对到尾互人甲撕掉变成流浪汉的故事这是网络顶面拢有，嘛有专片拢有。伊这是一个短短介绍的影片咱来看伊安那演出，有声的咱开出来。伊这是后来搁互人配音的啦。这嘛经过数位搁甲改良
这是一个，互人感觉讲足有感触的。你看90几年前，伊咧讲起咱现代人的无奈。伫迄个大机器的下面吼，伊变做一个单调的工作，好佳哉啦！即马听讲机器人拢要代替遮呀，毋免咱做啊。毋过咱无做这是要搁做啥？毋知影咧。搁像咱伫这大机器内底要哪保持家己的自我，真无简单。搁像就是你伫赛道走了方向对啊毋对也足重要。真侪人伫世间有足侪假的竞赛，啊！你走啊毋知人去到最后哦，浪费你的心力，最后一无所获。你若是安静来甲想讲，我活到即个岁数，牧师活到即个年纪，我一生中间到底做过足侪无聊的代志，加做的就对啦。啊，若方向毋对，咱讲开始预备起走，啊！你若方向毋对，你愈努力是毋是愈走愈远啊？你若方向毋对吼，你走愈紧，愈走愈远哦。啊，佫有一个小小的影片足古锥，毋知咱捌看过无吼？这个影片。小朋友咧比赛接力赛。你会看咧，感觉会心的会笑吼。囡仔古锥嘛，啊，这放的看落来，佫走倒转去，所以表示讲，这世间有真侪赛道吼。第一，你要选对；第二，你要走对方向。啊，咱基督徒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方向伫倒位，迄足重要。啊，无彩你无用吼，人无用一世人，到最后是空空。啊，所以咱看见但以理甲伊的同伴吼，但以理甲伊的同伴，咱知影但以理伊迄阵是国家亡国啊，互人掠去到伫异国的他乡的王宫，因为少年嘛，啊，佮缘投，啊，佮身体真才水，啊，互人去到王宫要训练吼，训练要来服侍国王就对。但是伊发现讲，因遐的拜过的祭物吼，伊无爱食。所以伊就甲伊的同伴选择讲，我要甲上帝同行，我无爱食遮的。啊，那伫人的控制下面，你要怎做遮个代志？伊就用尽智慧来避免。伊讲决心无要把王宫的食物甲酒，免得家己的礼仪会拄着无清气。这则经节是安尼写，伊讲，但以理决心毋食王宫的食物甲酒，才免食这物件，互家己拍拉撒。伊就请求太监总管温准，无互伊拍拉撒家己。上帝互但以理得到太监总管的怜悯甲好款待。太监总管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伊已经指定恁着食这的食物。万一伊若看到你比其他的少年人较消散歹看，伊会斩我的头。迄嘛是人总管的责任嘛吼。但是但以理安怎讲？但你对太监总管派来监护伊，啊，佮三个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的人讲，请互你的仆人10日的时间，阮干那食这的菜，干那食菜甲啉水就好。10日后，请你将阮的面容甲这的食王宫食物的少年人来面容比较一下吼，然后再照你的观察决定我要安怎处理。伊对尊敬上帝有信心，敢若食水甲菜，哇！咱圣经记载讲后来吼，伊的面容、伊的皮肤哦，佫比遐少年人食遐大鱼大肉的佫较水安尼。所以人的迄个态度甲决心真重要。你有啥物款代志是你所坚持的无？你甘愿为着这个坚持来付出代价无？佫像保罗讲，我专心尝试，为着迄个永恒的目标来走。有一个故事咧讲起，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啦，到迄个北极点，咱现在北极吼冰拢咧融啊，但是伫100年前吼，迄北极是无人去的所在，有一个叫做罗伯特皮里
伊的即个故事。即个故事佫有一个前提啦，吼，就是讲，伫1877年，美国的一间包登学院吼毕业典礼，有2个毕业生室友就对啦，吼，一个叫做查理，一个就是罗伯特。因就互相讲：啊，你毕业啊，你想要创啥？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的立志是要做啥？这查理甲伊讲：哎呀，我看见这世间哦，有钱上好啦。所以我立定目标，要认真打拼来趁钱，真说有钱人行路有风安尼。啊，这个罗伯特讲：哇，恭喜你，望讲你会成功啦。啊，换这个查理甲伊问讲：啊无罗伯特，啊你想要做啥？伊讲吼，我立志要成做一个探险家，我要去到人毋捌去过的所在来研究、来探险安尼。啊，大家迄年毕业，大家就再见啦，对无？32年后啦，32年。1909年，2个毕业生的结局，这个查理因为一心想要趁钱，啊贪心变做诈骗犯，啊，人关监狱内底。白白是共一个学校的同学哦，但是这个罗伯特·艾德温·皮里，伊是一个美国的极地探险家，成做后来变做海军的少将。伊足侪摆去探险，咱知影世界上大岛叫做格陵兰。就是伊证明讲，即块岛吼是独立的一块岛，是世界上大的岛安尼。啊，伊上出名的故事就是1909年4月，伊率领即个探险队，伊用雪橇，就是用人的办法，到往北极点。伫4月初6这日到迄个北极点，诚做世界有史以来头一位用雪橇用行的。到北极点的人安尼吼，啊，这是罗伯特·皮里，啊，伊是穿的这是迄个海军少将的衫吼，啊，这是伊要去北极探险的迄个皮衫吼，哇，看到感觉讲，甲咱的想象拢无共吼，啊，这是伊当时要去北极的迄只罗斯福号，啊，就是迄阵的罗斯福，迄老罗斯福吼，啊。迄个船去到北极的所在，安尼拢结冰的所在去遐拍拼。啊，这个是伊伫船顶翕的相片，因为伫北极迄种温度零下几啊10度吼。啊，这是因到伫北极点举国旗伫遐咧庆祝的相片。兄弟姊妹，这个罗伯特·皮里甲伊的同学，因为人生的志向无共款，因所得到的效果，一个是关伫监狱内底。一个是互人所来欣羡，也是讲所尊敬的北极的探险家。兄弟姊妹，保罗伊讲要奔向标杆，伊的目的就是要为着灵魂得救来努力。伊讲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做这事，目的是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是啦，兄弟姊妹，咱人无可能讲遐纯粹讲啊，我都干那真正大项代志拢免做，干那要做这。有时咱是较重要是讲，我甲什么代志看做较无重要，较次要，什么是较重要？啊，然后较侪时间、较努力往这个目标来跑走。保罗伊为着要永恒的灵魂，伊专心一项事，是毋是？咱今仔日小等下，咱要为着中保大岛的同工。因为着这个属灵的精进来祈祷，咱的幸福小组一队一队，安尼经过2个月的筹备，今仔日要来到咱头前，伫遐受车派、受祝福。兄弟姊妹，人吼有真侪目标拍拼，但是吼，你感觉讲迄拍拼也足有意义的吼？毋是用人的价值来评断，是因为上帝看做是好。这个永恒的目标就是，咱看见福音的需要。互人来明白福音的效果，所以这时咱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要为着这2个团队来做车牌，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通伫主的内面看见保罗先生对阮的勉励。我只专心一项事，就是袂记你背后专心追求永恒，也是头前的事。俾上帝，侪美好的模范。咧，互阮学习，阮人的一生短几十年，极100年，什么是会当留落来？什么是会当
伫上帝面前看作是好的。主求你保守阮，互阮对你领受到这款属灵的智慧甲气力，排除万难，欢喜奉献，互主所用。主啊，因为你有应允阮，阮爱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就其他的一切，你拢要为着阮备办。优先次序就是遐尼宝贵，就是遐尼美好。主啊，阮为着这个带导团队以及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祈祷，是因为因欢喜要追求将永恒的事，专心伫这项，要互主所采用。愿主你亲自圣神贵力应允伫因的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这位咱下面要来唱一条回应诗吼，咱要分两段来唱，为主来做伊干净吼。咱要唱1节甲2节。伫唱1节甲2节的中间，我要邀请带导团队伫第1场礼拜有参与，有来做礼拜兄弟，咱排到伫头前。人较济会当排2排吼。咱要做一个齐恳的祝福祈祷。咱坐咧吟，请带导团队的同工开始准备，然后咱第2段才要邀请幸福小组5组的同工准备吼。咱来吟这首为主来做伊干净。1节甲2节就好。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一好朋友，用主听他来保险。开始来哈，免客气，你莫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用歌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用歌救主耶稣。唱第2节，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欢喜出声。不用救主，我听他也难帮啥性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救主耶稣。感谢主，咱有听见咱的带导团队的队长吼，咱的持宝老师讲，咱即届有81名的带导勇士参与伫一礼拜，一人1点钟，甚至有的2点钟的服侍。因就是真做一个后壁吼，迄个护卫的部队、守望的部队，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咱即时要招因，咱兄弟姊妹嘛会使看银幕，做伙甲因做伙来做即个个别的祈祷吼。当我讲我的时阵，咱就念家己的名，然后煞接一段一段来读来做祈祷吼。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的中保大导师。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有关大导室、逐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导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门。这是牧师来做祝福车牌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的教会得到上帝你奇妙的恩典，已经50期的大导事工，一期4个月，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的历史。主啊，历代每一个守望大导者，因就是真侪你的采用甲器具，忠实将阮正兄弟姊妹教会事工的欠缺，伫祈祷室一一来排列。是因为阮知影人的气力实在是足有限，有时人的气力所做的佫无功效。只有上帝你出手，只有上帝你应允，只有上帝你亲自来保护，阮才能得到迄个
美好、上帝恩典甲祝福，特别看见上帝你来成就阮逐人的欠缺甲需要，也解除阮侪侪忧伤甲艰难，排除侪侪的困境。主啊，阮毋若是为人祈祷，看见得到应允的喜乐，阮也家己通过祈祷甲灵修，得到迄个属灵的生命的精进，阮享受到迄个祈祷式美好的时间。主啊，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代祷者，阮逐人拢诚侪助力的车用，也负担着即个任务，诚侪守望的工课。主啊，阮诚侪中保代祷，就是阮为着别人祈祷，阮家己也得到利益。愿主圣神带领，搁来4个月的时间，每一礼拜，阮甲主的交陪亲密的时间，就是上帝祝福的时刻。感恩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给因拍拍一个好不好？我要请因到有的年轻的站到台上来，我们向后转，我们请同工拍一张照，来等你留下这个照片，2层、3层都上来，好来2层、3层，有的站在牧师旁边。也可以在第3层哦，第3层搁起来，来，查甫的起来第3站，来，第3站来，第3站，徛伫牧师边啊，来吼，咱请同工，甲咱翕一张，啊，莫互炸着哦吼，啊来，请同工翕一张诶纪念的相片，50期，有啊，口罩啊，好。好，咱甲伊拍拍鼓励，多谢请回座，多谢。50期吼，啊，足难得的纪念哦吼。兄弟姊妹，若你有感动想要赶紧加入吼，也会使赶紧哦，打开4名吼，请你踊跃来参与吼。啊，咱有个人想讲啊，我这个时间吼，别人签去啊。我想讲，咱的慈宝老师讲应该无问题才对啊。咱有2间呢，甚至有3间祈祷室，你敢知？咱教会楼骹嘛1间啊。所以你甲签落3个人嘛袂要紧，一人1间，迄个4点钟上闹热，吼啊，所以你免惊讲啊，我互签去啊，让人啦，你甲签落去就对吼，欢迎吼。下面感谢主吼，咱今仔日特别盛况，咱要来为着幸福小组的同工来彩排，咱请幸福小组的副长、区长，啊，搁这队员吼，准备咱来唱第3节甲第4节对着圣诗吼，3节甲4节唱了，以前咱来徛来头前。咱要为着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来做彩排，为主来做伊干净。第3节做来吟，为主来做伊干净，咱就不受供应。若无真人来干净，永远袂会安心。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救主。第4节请来头前哦，为主来做伊干，请幸福小组来到头前。假日好大来向前，到尾回家。咱大先先头前来做祈祷，啊，来转哦，先向前面。永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救主耶稣。感谢主，咱伫第1场礼拜有借力幸福，有乐活共学营，有武力幸福，有启动幸福，啊，还有咱保罗牧区5队要伫遮来做彩排。咱请同工来甲迄彩排文，咱有诶无手无分单，咱看银幕吼。等我讲我诶时阵，你用念你诶名吼，伫咱诶银幕内底，啊，咱做伙来坐塔，咱来做一个宣告吼，备来我。欢喜领受上帝的命令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的幸福小组福音事工。我要遵照主耶稣的大使命，
恁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下架是尽力传福音，抢救灵魂。第三，我要遵守教会规矩，甲小组副长组员同心合意传福音，求圣神做工，感动每一位慕道友来领受福音，求上帝亲自保守我。阿免，咱来祈祷。主我的上帝，阮看见这个福音的勇士徛到你面前，阮知影，阮学习，阮努力，阮来密训，阮来敲找安怎传福音的技巧。所以阮知，若无圣神同工，有时阮真正亲像对空气咧拍拳。所以主啊，求你赏赐互这个同工，互因有谦卑的心，仰望上帝来属灵的开力。当阮对拜师的邀请的时阵，互阮勇敢壮胆，知影阮是天国的大赛，我要招人来领受一个天国的宴席，所以阮就好胆勇敢邀请。当阮在宣扬这个福音的道理的时，互阮有心中有圣神的同在，所讲的话语会当拍动这个拜师的心，也互阮这所邀请的拜师，因的心柔软，知影因要参加一个上至宝贝福音的聚会。互因要领受一个生命得到更新甲改变，一个全新的机会。求主亲自甲这个小组员、甲这个副长同工三甲同在，互因知影因无孤单，因为因要做一个伟大、专心一项事，为着要互人来享受福音的好处。主，当阮知影阮是上帝你的差派时，阮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欢喜互主你来采用。感谢、祝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咱们向后转可以吗？向后转，我们也拍一张照好不好？拍一张照来。同工为人徛起来，第二站不要紧。来，向后小组较晚啦，较晚中的来。咱准等下吼，大家小组准备爱一组要对付哦，我来报告对小组吼，来预备，口罩可以开来。来，请拍婆啊！好，搁一摆，搁一张哦。好，谢谢哈。咱请同工莫离开，较边仔一个，中我叫倒一队来头前要做对付，互大家熟悉。咱为了徛伫边仔吼，来第一队要对付的是借力幸福，来同来头前，来副长带组员来，边仔边仔看，咱像咧拍婆啊，要甲因鼓励安尼啊吼，来。我们请副长来主席来。借力福气。哇！咱的借力幸福哦，去年已经一队啊吼，今年搁出一队，多谢因吼，给借力给力啦吼。虽然吼青疏，但是过来吼，过下礼拜就熟起来。好来，咱要看第二队乐学共学营，来密侦小组出来，来密侦小组来准备，有需要麦克风提词不？好来，乐活共学营，在福音中学习，在耶稣里成长。乐活共学，喜乐无限，福音常爱，耶稣同在。耶 ，go， 好，谢谢。因个搁拍影片呢吼，搁拍影片也真无简单。这队是密侦小组嘛，是咱的这个约书亚吼。来，第三队是有力幸福，有力听有吼，有力什么意思？有力就幸福有力幸福来，需要麦克风吗？好，来预备。
啊，咱看银幕吼，因为哦，较侪人哦，来摆两堆不要紧，摆两排不要紧，预备。哎，一起幸福。啊，你呢？有你幸福是逐礼拜拢要跳舞哈，我拿来学一下。有你，哇，真够好哈！迄咱台湾谐音更足够的啦。来，甲有你幸福拍拍一下来。好，再来一组。好，来启动幸福。哇，咱这新老朋友这组，哇，这逐年拢无欠无缺席的哈。来，我们的启动幸福，启动幸福哈。来，徛喺中央不要紧，徛喺中央不要紧。启动小组队伍，启动幸福，幸福，启动上帝祝福。好，来，启动幸福。幸福启动，上帝祝福，哎，真好真好。啊，咱的院长也唱一个，院长也唱一个，院长，咱院长是迄个副长呢，哈，副长，你看，院长家己做副长，哎，拍拍啊，拍拍啊。咱的牧区有哪有迄个有迄个吼，有哪有迄个。对付就对啦，来，因吼，我报告一下，咱的保罗牧区吼，因用团队，就是4个小组拢办福音茶会，所以一个连贯变做4礼拜吼，嘛进入一个特别的迄个咱的这个福音茶会，咱来请因来对付一下来。耶！好，拍拍啊，拍拍啊，哈！啊，兄弟姊妹真感动哈！这对付实施吼是一个，可能一个动作，其实是要每一场因要做事工的时阵，有一种自我迄个等于鼓励吼，个鼓舞士气的作用。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欢迎讲，虽然敢若8、9组咧推动幸福小组，但是请你记得。保罗讲：“我要对别人来分享福音的好处。事实是你家己的生活中间有这款的心智，无一定爱用幸福小组，嘛无一定爱幸福迄个福音地会。你就伫你的身躯边就会当传福音，这是咱上重要的基础。只是咱透过这个形式，互咱较有组织安尼来听。嘛，咱拢享受这款福音的好处。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咱要准备来做奉献。” 奉献。
咱请兄弟起立，咱来唱着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先来读着本个月的经句，伫咱的周报的最后一页。咱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两遍。为着伊真受苦痛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咱搁一遍。为着伊真受苦痛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咱先开主报的第2页，咱后礼拜的书例是杨综合技术，其他学习当中，咱请家己来看。咱第4页的集体交通的第1点，咱本会今日9月7日2场礼拜有举行中岛台北事工的50期的台岛当中的祝福彩排礼。咱伫第1场结束10点半，咱请有参加中岛台北事工，会当来到1楼的大道阁室来做一盒。咱团长有服侍前的说明。咱本会今日有9月7日举行第6生活小组的彩排礼。那么为着咱教会的生活小组的事工的推动，来做关心大道。咱第3点，本主日9月7日总会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咱请支持普世事工，嘛为着来做大道。咱第4点，中职甲50禧年筹备的开会通知。咱50禧年筹备会伫9月7日拜3暗时7点半，伫咱2楼会议室召开。咱小会的会议的时间是9月7日暗时拜3暗时伫50禧年来会议结束了继续来召开。咱中职甲所长联席会伫9月22日下晡1点来1点半来做召开。第5点，下主日是9月7日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咱嘛请兄弟为着主事来做关心谈奉献。第6点，伫9月7日甲7拜5拜6，咱邀请到黄以诺牧师来主持2场的祈祷培灵会。咱嘛请兄弟咱甘心来做参加，嘛共同来做装备。第7点，伫本会9月7日礼拜下晡2点举行吟诗漫游第2春的讲座，咱嘛请兄弟会当来向办公室做登记，嘛咱上网来做报名。咱第9点，婚礼祝福，邀请婚礼登记的消息。咱本会皮怀生弟兄看三营执事姊妹的第2号生皮木凡看陈明宇姐妹。伫咱10月19拜6下午10点，伫本会举行婚礼，咱嘛邀请咱的兄弟会当来祝福，来做伙参加观礼。咱其他的消息，牧区中会，咱请会友家己来看。伫第7页甲第8页，若是奉献有出级的部分，咱找咱财务部来做更正。咱其他的部分，咱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咱。记即小等下礼拜煞迄个圣歌队献唱祝福的资料，咱留几分钟，咱为着9月份的受请来做祝福咱才离开。我用即个银幕的即个投影片咱搁一遍提醒，咱即礼拜的拜5暗时7点50有一个祈祷的培灵会这毋是干那针对小组的同工啦，是针对整教会所有教会兄弟，欢迎你。伫即个拜5暗7点50来参加有一个美好的即个属灵的栽培，特别是祈祷特别咱邀请所有遮大岛团队80个
代表团队的同工81个拢来吼，来听按怎受造就吼。另外，这个讲员吼是咱的黄一乐牧师，伫拜六吼9月初7拜六下晡2点半，搁伫遮有一场，所以等于上下场吼，全场参加，你的造就搁较招备，欢迎大家准备吼。另外，咱会记得后礼拜日吼，吟诗漫游地球村，就是要互咱明白讲。咱的新姓诗遐尼啊丰富的故事啦，龙一都牧师要来甲咱分享。特别咱第一场礼拜吼，你定咧吟姓诗咧，唱遮好听的姓诗，毋知影伊的理由原因吼，故事所以请咱大家特别第一场礼拜有咧唱的兄弟，踊跃来听吼。迄天吼，伊要发表一首咱50周年，伊特别为咱做的这个诗，50周年的纪念诗，迄天要练唱啦。咱唱哦诗，后有一天咱才过来食做咱的圣诗来吟吼，欢迎大家。第三就是咱的这个哀伤陪伴的课程，又搁要开始啊，9月底就要开始，请咱大家吼，特别若是家庭有拄着死失、亲人离开，心内有哀伤毋望讲会当好好来受医治，咱请报名，也是讲鼓励伊来参加。有时咱即个毋是要训练遐个辅导者哦，是本身有拄着的。大家人透过即个课程来得到帮助吼，来得到鼓励，搁得到医治安尼。搁有一个是咱的即个钱筒啊吼，咱迄个德个做的钱筒啊，咱已经上无最后今仔日截止啊吼。若讲有人要想要订的人，赶紧来甲咱的会长吼，咱的仪式员姊妹来甲伊登记安尼。另外，咱周末内底有写讲吼，咱2025年的信用周历手册，若你有兴趣，会当到办公室来做登记吼，来做登记。其他的消息咱伫遮吼，剩的咱家己来看，也来三甲大岛吼。好，下面呢，咱要吟迄个上营的诗吼，有一首较无共款的圣诗，就是由圣歌队来起头一句。了后，咱才会友做伙唱吼，拢总有4节哦吼。这个时阵咱要来吟这个上营的诗，请大家起立，主差遣我。圣歌的首第一句，咱才对来唱。主差遣我，来，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救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坐，咱来准备来做庆生会。
了花，祝福你平安。咱多谢咱的男子班美好的服侍，拍鼓啊，甲鼓励一下，来。第四位，咱留3分钟，咱要为着9月份的寿星来做庆生会，咱有100桶的哦，哇！9月份的大月，咱请9月份的寿星徛起来，我甲你祝福好无？来，9月份的9月，9月份的寿星，请徛起来好无？来，徛起来免客气哦。咱来唱生日快乐歌，了后要请蔡碧华长老来分蜡烛来，再来。来，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万祝福你，祝你生日，唱英文的，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来，请蔡碧雅长老来分蜡烛来。拍拍啊，鼓励，嗨！啊，咱蔡长老哈，咱来为着这寿星祝福，才来离开哈，咱来祈祷。主我们上帝感谢你，9月份慢慢进入到秋天的季节，我为着百几位这9月份的寿星献上祝福。上帝啊，求你恩典听人，伫因的中间，互因接受一人的祝福的时阵，知影因上大的祝福就是对上帝所来。求你互因伫生命的中间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伫生活、伫工作。伫家庭，伫因的侍奉，拢有主美好的恩赐，互阮知影生命对你来是何等的珍贵。我要活出迄个丰盛的生命，互主你所欢喜，也互众人得到利益。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人也通经历着上帝美好人生的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甲隔壁祝福，愿你拢得到平安。多谢，顺行。